先来口辣椒。这个双击，宝宝们，我吃几个你们就给我几个双击好吗？开始啊，红的，老铁们，我又来给你们换双击了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双击好不好？谢谢你们。宝宝们啊，听说这个辣椒带籽的这一面是最辣的，我们来尝一下。真的是最辣的。先吃辣椒，再吃粉，开吃。先来口辣椒。